台人看到庙宇撩紧的画面，就亲像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但是画面当中光顾的确是4位小朋友，原来因拢是中医国小的学生。即届因参与由着区公所、甲台南古社联合工作室以及大埔福德市共同举办的寺庙文化推广系列活动。即个好爷菜鸡撩紧的活动，除了要将福气载到社区当中，也是要为19号的好爷跋杯比赛来暖身。中西区区长萧泰华也趁这机会邀请市民朋友踊跃来参与。我们台南市中西区，我们庙宇是最多的哈。那每个庙宇都有一个虎爷哈。那虎爷它的一个谐音就是福气哈。那我们希望说借由这样的一个活动哈，能够基于今年的新冠肺炎相当严重哈，那我们希望借由这样一个活动，能够做一个祈福的一个效应哈。那能够让我们台南市哈，我们包括台湾，包括我们整个全世界都有一个很祈福平安的一个系列活动哈。好，那我今天感谢我们大埔福乐寺哈，好借由我们这样的活动，他们大力的一个顶住了哈。好，那也借由感谢我们那个忠义国小哈的小朋友哈，然后对我们这个整个绕境哈，带动我们整个绕境的一个活动哈。好，那藉由这样一个活动，我们希望说能够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哦，能够把这个祈福活动能够办得更好哈。好，那我们下礼拜19号有一个宝贝的活动哈。好，那也是有那个刘静文大师哈，他特别为我们这次的一个百福的一个活动哈，然后做一个那个浮雕哈，那我们能够用宝贝哈，那希望说大家能够共襄盛举哈，一起来宝贝哈，把这个福气带回大家，也带给各位的亲朋好友。这个撩紧上特别的就是高龄的好爷浮雕，是由着知名的工艺师刘静文所打造的。这个好爷浮雕也将会伫19号的好爷宝贝比赛，由着新倍数上悬的民众车登去处理。同时，区公所也甲中西区的女士业者合作，只要到活动的网站来按赞，就会使得到限量的小礼物。想要求财也则是祈求好爷保庇的民众嘛，千万莫错过这个精彩的活动。但新闻郭博义采访不得。